話俾大家知個秘密，以後小朋友想食蛋糕嘅，係再都唔使出街買啦。今日咧同大家分享4個蛋糕做法，烘焙店老闆都喺度用緊佢。學完之後，等你自己喺屋企都可以輕鬆整出鬆軟香甜、奶香濃郁嘅家庭版蛋糕，比出邊買嘅仲要好食。屋企有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嘅都可以跟住嚟學啦。咁整蛋糕到底係先放雞蛋啊，定係先放麵粉呢？大家好，我係俾幾萬個媽媽追住問配方嘅李師傅，喺烘焙界摸爬滾打30幾年，自己鋪頭平均每日賣出500幾個蛋糕。咁經常會有老顧客走過嚟問，點解你哋整出嚟嘅蛋糕可以咁好味？喺呢度同大家分享4個深受大家歡迎嘅家庭版蛋糕做法。以後小朋友想食蛋糕，你就自己喺屋企做，簡單又好食。關鍵咧係健康有保證。我教你整美食，係謹以幫手點返個免費嘅小紅心支持一下咧，多謝晒咁多位。祝大家時刻都有個靚心情，每日都好似開籠雀一樣咁開心啊！第一種，只需要2隻雞蛋就可以整出超好食嘅空氣舒芙蕾。2隻蛋黃攪拌均勻，2隻蛋清加啲糖，用打蛋器打到插支牙籤就可以企得穩嘅時候，再倒入蛋黃液，再次攪拌均勻。平底鑊掃少少油，倒入蛋糊，整平表面，冚蓋開細火焗佢6分鐘。成間房都係蛋糕香味，鬆軟嘅質感真係超正。加返少少煉奶就可以開食啦。第二種，屋企有空氣炸鍋嘅，一齊嚟整香甜鬆軟嘅雲朵蛋糕。碗入邊打入3隻雞蛋，蛋白蛋黃分開，加1盒糖，幾滴白醋，打到有明顯紋路，而且牙籤企得穩嘅時候，放入空氣炸鍋整好定型，加啲堅果，150度焗佢20分鐘，真係好食到停唔到口啊！第三種，平時屋企飲開嘅純牛奶，煮一煮就可以整出牛奶雞蛋蛋糕，奶香濃郁，細滑軟糯，啱晒唔中意食早餐嘅細路仔。碗入邊打入2隻蛋黃，30克白糖，50克玉米澱粉，500毫升純牛奶，攪拌均勻，倒喺鑊入邊，開細火不停咁攪到濃稠狀，等到唔容易滴落嘅時候，倒喺碗入邊燉佢幾下，放喺冰箱冷卻凝固脫模，跟住加返少少椰蓉就可以開食啦。第4種，同時係我哋鋪頭嘅招牌電飯煲蛋糕，唔使烤箱，唔使焗爐，做法超級簡單，新手小白都可以一次成功。首先打入6隻公雞蛋，記住啦，蛋白蛋黃唔使分離，喺雞蛋入邊加入1支牛奶，攪拌均勻。做蛋糕千祈唔好直接用麵粉啦，咁樣做出嚟嘅蛋糕唔鬆軟唔彈牙，口感仲會差好多。你只需要加1包呢個蛋糕店都喺度用緊嘅蛋糕預拌粉，呢個係星級烘焙師傅根據黃金比例精心調配好嘅蛋糕專用粉。有咗佢係連白糖都唔使再放，順住同個方向攪拌成酸奶糊狀，跟住再加返殼食用油，再次攪拌均勻。喺電飯煲掃一層底油，方便脫模，然後倒入攪拌好嘅蛋糕糊，冚蓋撳煮飯鍵，大概40分鐘就大功告成啦。咁樣整出嚟嘅電飯煲蛋糕，新鮮滾熱辣，奶香味濃郁，鬆軟又香甜，大小朋友個個都會爭住嚟食。咁最後提醒大家多一次，雞蛋同埋粉嘅比例係50克粉配1隻雞蛋。小朋友放假喺屋企，早餐唔知道食啲咩嘅，你就試下呢個電飯煲蛋糕啦，簡單營養又好食。如果你都想試下呢個蛋糕預拌粉，但係唔知道喺邊度可以買到嘅，可以點我頭像，下邊櫥窗已經幫大家準備好晒，一杯豆漿錢就可以做好一份早餐啦。趁住廠家仲有活動，嗱臨帶返屋企試下啦。